深圳係一座邂逅理想嘅城市，而我呢，亦喺呢度邂逅咗我嘅理想生活。我係 Jessie， 舊年年底我開始將事業同埋生活嘅重心轉移返國內，於是乎喺深圳購置咗我嘅第一套房產 SCT 灣樓。之所以會選擇灣樓，大概就係佢帶俾我理想生活嘅儀式感啦。明明身處繁華鬧市當中，但係由我行入呢個庭院開始，感覺就好似入咗一個花園小島咁樣，有一種隱些平和嘅舒適感。嚟到超高嘅藝術大堂，就見到我嘅專屬真如管家啦。歡迎回家。以後無論係日常嘅房屋清潔，定係我嘅商務宴請，都會由佢同我安排籌劃。從簽收資料到領取鎖匙，佢哋貴賓式多對一嘅悉心陪伴同講解，都令我對呢度嘅生活多咗一份期待同埋歸屬感。成個交付儀式帶俾我最大嘅感受呢，就係驚喜同幸福感，令我感覺到呢個儀式係雙向嘅，既有灣樓對業主滿滿嘅誠意同埋重視，亦都有業主對灣樓產品力同埋服務力嘅認可。而家交付俾我嘅呢套係香港大師梁志天打造嘅282平嘅戶型，4.4米層高嘅空間裏邊，搭配咗手工匠造嘅原色木色天花板，讓我感覺到同自然無界共生嘅設計理念已經融入咗呢度嘅每一寸空間。仲有好多種嚟自世界各地嘅罕見石材，都喺呢度流光溢彩，匯咗一堂。我好中意房間入邊精緻嘅定製拼花地面，每個平方都係由20個小塊全手工拼成。仲有背景牆面獨特嘅老虎肉大理石同埋皮革定製金屬等多種材質，每一處嘅細節都讓我感受到設計師匠心獨運嘅思考同埋老師傅嘅精雕細琢。因為有咗呢啲，先有咗處處彰顯品質同奢華嘅交付細節。西北兩向都裝配咗270度兩面陸地窗，我企喺窗前，向南可以俯瞰前海摩天輪嘅海景，向西就可以遠眺濱海嘅落日景觀，令到成個大橙灣嘅美景都入到我嘅眼中。頂樓嘅無邊際觀海泳池，可以令我一邊享受無界嘅水域，一邊欣賞摩天輪嘅景色。3樓嘅健身區就係我哋業主嘅健身天地啦。落地嘅玻璃幕牆令到空間擁有更開闊嘅採光同埋視野，帶來咗更加舒服嘅運動體驗。而我最中意嘅呢，就係健身區對面嘅私研區啦。佢配備咗專業嘅星級私廚，我哋業主可以預約使用。無論係我想同好友歡聚，或者係有商務會談，都可以喺呢度擁有專屬定製嘅主題 party， 足不出戶享受高品質生活。當理想生活匯入灣樓，我喺呢度同世界相連，美好逐浪而生。